多谢皇额娘。若臣妾真的不被废后，以后臣妾再也不会让皇额娘失望，也不敢惹皇上生气了。起来吧。皇帝怎么会突然想到立多纳为后？皇娘，儿子只是感觉灵珠这个人很难琢磨透。他虽然聪明，但心机太深。儿子突然明白，像多纳这种忠厚老实的人，如果他能统领后宫，那朕才能真正的安心，后宫才能真正的祥和安宁。皇帝对灵珠的人品有了新的认识，能说给额娘听听吗？灵珠之前对朕说，她十分欣赏董小宛。她说她在南苑是故意上演的一场苦肉计，是为了能够让小婉留在宫中。她竟然对你说过这样的话？哼，灵珠啊，儿子对这些说法产生了怀疑。儿子十分肯定的是，灵珠绝对不是故意在上演苦肉计，而是真心想把小婉赶出宫去。灵珠当然是真心想赶董小宛出宫，这个还需要说吗？这个灵珠欺骗皇帝，为了皇后之位，竟然如此不择手段。不立灵珠为后，皇额娘能与儿子的想法一致，儿子甚是高兴啊。好在这件事情没有对外人宣示。但这件事有个棘手之处，是正亲王和嫉妒。昨天正亲王来请安，其实是试探立后的口风。额娘想立灵珠，咱俩已经说定了，就给他透了点口风，希望让他更知进退，效忠皇帝。现在有改变，恐怕正亲王和简亲王会非常失望。啊？这件事情正亲王已经知道了。季度啊，咱家灵珠封后一事就快成功了。阿玛，您这是得到消息了？昨天下午，阿玛独自去慈宁宫给太后娘娘请安，其实就是想探探看太后娘娘册立皇后的口风。太后娘娘对阿玛特别亲切，说了些呢议政会议要跟皇上同心同德的事情，还说朝廷要仰仗你阿玛。总之十有八九，咱们兰贵妃封后之事定了。好啊，阿玛，这可是天大的喜事啊！我们家灵珠封后，那我们家这不就长了大清朝一小半家了吗？哎，又来了又来了！阿玛平时怎么教你的？谦虚要谦虚。儿子这不是在老爷子您面前才这样说的吗？老爷子，您心里现在也乐开花了吧？啊？季度啊，再过几日呢，就是例行朝会。皇上一定会在朝会上当面宣布废黜皇后和册立新后的大事。到那时候啊，咱们家要大摆酒宴，庆贺他3日。皇帝有什么解决之法？皇娘，儿子在想啊，如果下旨，我们宣布废后立后之时，同时就干脆晋兰贵妃为皇贵妃，这样兰贵妃和正亲王一家也可以得到心理平衡，同时也可以减少废后立后之事的震动。皇娘，您觉得呢？皇帝所言有些道理，不过额娘现在还有一个想法，想同皇帝商量商量。皇娘，您对儿子说吧。福临，如果灵珠真有陷害索尔纳的重大嫌疑，那皇帝废掉索尔纳的事，可否重新考虑呢？董小宛归入董鄂氏正白旗，
向祖宗3叩首，1叩首，再叩首，3叩首。民女董小婉自愿归在鄂大人门下。哎呦，哎呦，董主子，快起！儿子废掉索尔纳的心情和心意，皇娘一清二楚。而且，你也同意了儿子的决定。儿子听皇娘的话，答应保索尔纳的妃位。可皇娘为什么又突然不同意废后了呢？皇帝应该很清楚，额娘是不得已才同意废后的。目前的情形是，皇帝要立的皇后人选是多纳，而不是灵珠。如今是在多纳和索尔纳之间选择，与其立那个分量不足的多纳为后，为何不再给索尔纳一个机会呢？皇娘要儿子继续接受这个无德无行的皇后，实在太难了。如果皇娘执意要保住索尔纳的后位，那儿子也要提出一个条件。皇帝有什么条件？想保住索尔纳，就必须要给董小婉一个妃子的名分。皇帝怎么能用董小婉的名分来做交换条件？这太荒唐了！这件事额娘绝对不会答应，皇帝也不应该提出这件事。儿子为什么不能提出这样的条件？既然皇额娘要保住理应被废的索尔纳，儿子本是不同意的。如果儿子现在同意了，难道皇额娘不做些让步吗？皇帝还在糊涂之中，董小婉可以留在南苑，已经是额娘做出最大的让步。皇帝，你绝对不要，也不能再有其他想法。好，行。既然皇额娘对小婉这么决绝，那儿子也没有其他的想法。儿子就告诉皇额娘，儿子也绝不同意让索尔纳继续当皇后，儿子一定要废了她。皇帝，你好绝情！皇帝以为只有额娘接受不了董小婉，想让董小婉出宫吗？皇帝已经忘了议政会议的权威和力量了。议政会议？议政会议怎么了？啊？额娘不妨告诉皇帝一件事：正亲王和索尼早代表议政会议告诉过额娘，如果皇帝对董小婉的事情再有过分之举，议政会议将不会再向皇帝交出两黄旗印。听见了吗？他们已经对额娘做出了严重的警示。这帮混账东西，他们竟敢威胁朕的皇额娘！小婉呐，我走了。皇上令我火速回江南，以免太后娘娘问罪。那义父大人快走吧，小婉请义父大人一路珍重。好，臣告辞。Coco，哎，替我好好送送义父大人。是。好，走吧。皇娘，不说这些了，儿子跟你说一件好事，一件高兴事。董小婉自愿归齐了，而且归我满齐。董小婉归齐，是归哪一家？鄂硕家。他得一鄂字，以后皇娘可以叫他董鄂氏。董鄂氏，这倒是个不错的满汉合一姓氏。不过皇帝，你千万不要以为归了齐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封赐他名分，你想都不要想。这个鄂硕胆子真大，这么大的事都不告诉额娘。好，明天额娘要传他进宫，问问他这个一品大员心中还有这个太后吗？皇娘，现在鄂硕都已经在回江南的路上了，难道你要派人把他拦下来吗？
皇帝做事越来越周密了，神不知鬼不觉地安排董小宛归齐，归的呢是挺有门面的鄂硕一门。鄂硕呢，他听从皇帝的旨意之后，溜之大吉。皇娘，鄂硕之所以会同意萧婉归门入齐，他是执行了儿子的意思，可见他也能够理解儿子与小婉的感情的。鄂硕是朝廷的一品大员，今日他能够理解此事，那说明将来会有更多的满蒙官员也会理解此事的，对吗？所以，儿子以为鄂硕无罪，不应该受到训斥和责罚。皇帝，你答应过额娘，不要在董小宛的事上走远。若董小宛的事处理不当的话，皇帝，你是要失去地位的。儿子以为小婉归齐以后，皇娘会同意他来慈宁宫给您请安，或者您会去南苑看看小婉。看来儿子是想错了。额娘是不会见董小宛的，哪怕她改名为董鄂氏。福临，你要记住一点，额娘对你的爱是最无私的。额娘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保住你的地位，让你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伟大君王。你自己必须要懂得忍耐，明白进退。如果你再任性妄为，哪一天额娘与你都会死无葬身之地。你与董小宛的事，额娘希望你能冷静下来，好好的考虑。娘娘，刘公公允许臣妾来看娘娘，这是否意味着娘娘的事情有转机？现在还不好说。不过皇额娘跟我说，她会保住本宫的后位，她会去和皇上好好商议。皇额娘要保娘娘，那还有什么问题？臣妾恭贺娘娘有惊无险。现在还不好说。皇上已经下定决心想要废掉本宫的后位，你也不是不知道，皇上他若拧起来，皇额娘也经常拿他没法子的。娘娘多虑了。其实大家都知道，皇额娘决定的事情，皇上是拧不过的。你说的是关系到朝廷安危的大事，废后之事远没到那个分量，因此这事啊还大有悬念呢。那依娘娘看，这最好的结果会是什么情况？最好的结果便是皇上对皇额娘妥协，暂不废后。可是想恢复本宫的中宫监表，便遥遥无期了。皇上，小婉没见过皇后娘娘，但小婉听皇上还有果真妹妹所说的，小婉觉得皇后娘娘并不像兰贵妃那样阴狠毒辣。皇后娘娘只不过是性格上有一些嚣张跋扈。小婉觉得，经过这次风暴后，皇后娘娘一定会有所收敛，不会像以前那样失德失仪了。若真是这样的话，皇上为什么不再给皇后娘娘一次机会呢？皇后不废，兰贵妃还有荣贵妃就都不用动了。这样一来，前朝还有后宫也就都安宁了。不得不说，太后娘娘的想法是大有道理的。可你们的前提是索尔纳会知错就改，可是朕太了解这个女人了，她要改早就改了。皇上担心皇后娘娘不改，那也不打紧呢。皇后娘娘如果真的不能知错就改，或再犯了什么不可原谅的错误，到时候皇上再废皇后娘娘，那也不迟啊。
那样的话，太后娘娘也会同意废后。这样一来，太后娘娘和皇上在废后一事上的分歧，不就都解决了吗？小婉，你说的有点道理，给苏尔娜一次机会。若她知错就改，朕就当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不管她了。可倘若她再犯下滔天的罪过，朕到时候再废她，那皇额娘也就说不出什么了。皇上说到节骨眼上了，这废后的大事一定要得到太后娘娘的首肯，也一定要给太后娘娘必须有的尊重。对，没错。小婉，你将朕的心结一下就解开了，朕的心情一下就舒畅了。小婉，好，这件事情上，朕就听你的，给索尔娜一个机会。主子，主子，纳奇来了，你下去吧。是。纳奇见过贵妃娘娘，快起来吧，纳奇。谢贵妃娘娘。娘娘，这是纳奇亲手为您做的一件新衣，您看看还满意吗？纳奇，你为本宫做的哪一件衣服，本宫有不满意的呀？走，咱们进里屋试试。娘娘瞧这衣服，看着还满意吗？纳奇，你做的衣裳既漂亮又合身，你真是太能干了。那是因为娘娘的人美，穿什么都好看。不是纳奇能干，是娘娘的美呀，把衣服的好都显出来了。你太会说话了。苏娜，你说皇帝冷静下来之后，会同意不废索尔娜的皇后吗？姑姑说，皇上同意暂缓1个月下旨废后。这1个月的时间，或许事情会有转机。但是苏娜认为，皇上最大的让步，便是将废后的事情搁置在一边。但是他是绝对不会恢复皇后的中宫监表的。哀家最担心的也是。娘娘今日笑声不断，娘娘好高兴啊！你知道本宫为何如此高兴？因为本宫很快就要荣升后位了。原来宫中的传闻是真的，娘娘就要封后了。奴婢恭喜娘娘，贺喜娘娘！起来，起来。等皇上哪日正式册封本宫为后时，你再跪贺吧。皇后娘娘吉祥。这个皇后娘娘啊，你也过2日再叫。纳奇，以后无人之时，你不必自称奴婢。你是嫉妒的人，又是制衣局的女官，在本宫的眼里，一直把你当亲人看待。纳奇谢娘娘，纳奇实在太为娘娘高兴了。娘娘终于要封后了，简亲王要是知道了，不知道得高兴成什么样呢。纳奇，你明天出宫就可以去告诉简亲王，本宫封后已铁定无改，就是这2日的事儿了。纳奇明白。皇帝同意不废后，皇帝终于想通了。哎呀，额娘太高兴了。皇额娘，这件事情儿子想了2天。终于明白了皇额娘的苦心啊！儿子决定不废索尔娜，继续容忍索尔娜。儿子是受了一些委屈，不过儿子受的这些委屈，能够换来朝廷和后宫的安宁，也就有价值了。其实这件事，虽然说皇帝贵为天子，有时却必须要受点委屈。既
然皇帝同意不废后了，哎，儿子提醒你一句，儿子说的是暂不废后。如若索尔纳再做出什么失德失仪、变本加厉之事，儿子还是要废后的。这当然了。额娘是说要给索尔纳机会，如果索尔纳就是个榆木脑袋，改不了了，又再犯大错的话，额娘都不会再袒护他了。多谢皇额娘。小婉，皇上，起来。小婉，朕照你的意思，全都跟皇额娘说了，皇娘甚是高兴。那皇上突然转变，太后娘娘没起疑心吧？当然没有，当时朕说的可自然了。再说了，皇娘压根就没有想到，朕心爱的女人会如此的聪慧，说服朕放弃了废后的想法。小婉可谈不上什么聪慧，小婉只是为皇上着想，难免多思虑。皇上可千万莫要嫌弃小婉总是那么啰嗦。怎么会呢？朕现在能体会到，有时候忍一忍，退一退，未必是件坏事。皇上能这样想，小婉真是太高兴了。皇上的一举一动，不仅关系到宫中的和谐，更关系到天下的安危。所以有时候，真的不能过于率性强直。小婉想送皇上8个字，皇上想听吗？当然了，再多8个字，朕也愿意听。宁静致远，隐忍负重，这8个字，小婉牢记心中。如今我把它送给皇上，皇上觉得可好？宁静致远，隐忍负重。恭喜皇上，皇上的书法又升到了另一个境界了。这字别具一种沉稳大气，同皇上以往的狂放挥洒又有所分别啊。这4个字啊，朕可是费了心思的。朕足足写了10余条，才挑出来这条满意的。其实小婉送朕8个字，后面的隐忍负重4个字，朕不能写，也不能挂出来，所以只好默默地记在心里。好字啊！此刻皇额娘正在向众嫔妃宣布朕不废后一事。这件事情是有违朕的心意，不过朕想到了小婉送朕的这几个字，朕的这股气它就顺多了。臣妾恭贺皇后娘娘。皇帝宽宏大量，决定不废后，并不是说索尔纳没有过错。哀家以为，皇后同兰贵妃都有过错，但不是不可原谅的大错。让董小婉出宫是哀家的意思，他们的过错在于赶董小婉出宫的过程中另生枝节。皇额娘这么一说，臣妾心里就踏实了。臣妾再次恭贺皇后娘娘，盼皇后娘娘早日恢复中宫监表，统帅6宫啊！本宫谢过兰贵妃。皇额娘，臣妾经历了这次教训之后，定会改过让皇额娘和皇上厌恶的毛病，与众姐妹和睦相处。
皇额娘，臣妾觉得，经过此次南苑的事，朕有3件事情要告知各位爱卿。这第1件是有关皇后的。想必各位都已经知道了最近后宫发生的一些事情。朕曾有意想要废掉索尔纳，这件事情朕跟皇额娘商量过了，在朕的强烈要求下，皇额娘有些勉强，也是极为不情愿的点了头。但这件事情让朕颇为心痛。后来，朕听说索尔纳为了这件事情后悔莫及，痛哭流涕的想要痛改前非。朕思之再三，决定不再提废后之事，再给他一次机会。这件事，朕跟皇额娘说完之后，皇额娘也颇为高兴。朕也为自己对皇额娘的孝顺之举颇感欣慰。皇上圣明，废后事大，能不废最好。后宫安宁，太后娘娘安宁，臣等也跟着安宁无虑。朕要跟众爱卿说的第2件事，那就是朕所爱的汉女董小宛，现在已归我满旗，归在鄂硕的门下。现在董小宛就叫董鄂氏。皇上这是？诸位爱卿，此事呢，皇太后已经知晓。今日朕特意告诉诸位爱卿一声。皇上，董小宛归齐一事，臣等已有耳闻。可是让臣万万没想到的是，皇上会在议政会议上提起此事。简亲王认为朕做这件事情不妥，是吗？是的。董小宛归我们满旗，董小宛改名为董鄂氏。董小宛该不该从南苑搬进后宫，这都是朕的私事。但朕考虑到这件事情的特殊性，因此还是有必要告诉各位重臣，这也是朕对议政会议的一种尊重。皇上对议政会议的尊重，臣等十分感激。这董小宛进宫已1个月了，这1个月里，臣等出于对皇上的忠诚，从来没有因为这个事向皇上有所进谏。老臣代表议政会议，曾经跟太后娘娘有过进谏商议。太后娘娘她说，皇上答应不会赐董小宛名分，不会换董小宛的住处。臣等出于对皇上的无比忠诚和对太后娘娘的无比信仰，所以一直忍耐着皇上带汉女进宫引起的巨大混乱。臣期待皇上把这种混乱归于平静啊！董小宛归齐改名为董鄂氏，并不能改变她汉人女子的事实。这一点，请皇上明察秋毫，万万不可赐其名分，万万不能再让宫中引起更大的混乱，否则，臣等只能尽忠职谏。皇上，你发作呀！你发作呀！你大发雷霆之怒啊！议政会议会让你知道厉害，让你皇威扫地。洪师傅的这个手势，实际上是在提醒朕，现在还不是摊牌的时候。朕知道，朕必须得隐忍，隐忍方能付出。哼，索大人，
朕并没有说要赐董小宛名分，朕也没有说让董小宛马上搬出南院，搬进后宫。朕刚才只不过是泛泛而谈。朕知道董小宛之事已经超出了一般后宫之事，议政会议如此的态度，朕理解。哎，皇上已经对议政会议许下了承诺，这件事儿就不要再提了。现在请皇上告知第3件事。这第3件事嘛，那就是朕接到了平西王吴三桂的奏章。平西王孙旨进京述职，不过吴三桂在信中说，他还要去趟江南为陈圆圆的父母扫墓，大概再有20来天可以到达江南。1个月之后，他便可以到达京城。静妃，你要是怕违了皇上的意，偶尔去看一下董小宛也就罢了，可你居然跟董小宛结为姐妹，简直是荒唐。那是因为什么？吞吞吐吐的。别告诉本宫，是因为皇上下了旨，让你与那董小宛结为姐妹不成？不，皇上并没有下旨，皇上只是让臣妾去看看董小宛，而臣妾见到董小宛之后，也觉得跟她很投缘，并且臣妾也觉得董小宛是难得的好女人，所以臣妾一时激动，就跟她认了姐妹。皇后娘娘，各位姐妹们，你们都听清楚静妃在说什么了吗？她居然敢说董小宛是个难得的好女人，哼，这可真是要反了天了。静妃，本宫必要让你为了这句话而付出代价，为了你和董小宛结为姐妹付出代价。待本宫恢复监表之后，定要好好惩戒你这个不明情理的女人。皇后娘娘，臣妾只是实话实说而已。实话实说，好啊，那本宫便要让你明白这实话实说的后果。待本宫恢复监表之后，定要奏请皇额娘，让她废掉你的妃位。想不到皇上最终还是没有废掉索尔纳的后位，原因出在哪里呀？到底是谁坏了本宫的好事？姐姐的消息是否有误？本宫消息不会有误。前朝有人告诉本宫废后，皇额娘也是点了头的，皇上也是同意的。可如今本宫敢肯定的是，该被废的人没有被废。这个重大的变故，定是有人劝阻了皇上。这个人是谁？本宫知道。谁能有这么大的胆子，竟敢将姐姐搬下来？董小宛。坏了本宫大事的，就是董小宛。本宫我是栽在了这个不起眼的汉人女子手里。姐姐，你是多虑了吧？那个住在南院，没有名分且无声无息的董小宛，怎么可能坏得了姐姐封后的大事？有些事你不明白，可本宫的感觉很灵，甚至能猜到那董小宛对皇上说了些什么。定是这个女人，让皇上改变主意，不能立本宫为后，且不能废后。皇上偏爱她，自然会听信谗言。这个董小宛已经视本宫为敌，她深知本宫比索尔纳厉害，一旦本宫晋升了皇后，她是生不如死，所以让皇上出尔反尔，定是这个董小宛在从中捣乱。听姐姐这么一说，
这后宫还真的来了一个可以掀起大浪的女人——江南歌女董小宛。看来真的是咱们的劲敌。阿玛，这事儿颇为奇怪啊！您之前说太后娘娘已透风，咱们家的灵珠娘娘将被册封为后。那奇也带回了灵珠的话，说她封后毫无悬念。可怎么今儿皇上又突然间说不废后了？肯定是后面出了什么变故，皇上态度有变。哎，幸好我们没有声张，没有摆宴席，不然我这张老脸往哪儿搁呀？阿玛，儿子大胆推测，没准是那个汉人歌女董小宛对皇上进了什么谗言。之前咱们家的灵珠娘娘可将她折腾得够呛啊。是啊，种种迹象看来，最有这种可能。董小宛日后将会给前庭和后宫带来极大的麻烦。姐姐只是暂时失利，不必挂怀。依我看，这皇后被废是迟早的事。这倒是。这索尔纳本性难改，如今她还没有被恢复监表，嚣张跋扈之气就已经流露出来。倘若她恢复了监表，定会是大发神威。一旦她神威发过了头，皇上还是会忍无可忍废了的。我们再给她扇扇风，点点火，让她的神威发到皇上、皇额娘都忍无可忍，就该姐姐坐上凤位了。本宫告诉你，这火该往什么地方引吧？往董小宛身上引。本宫算看出来了，这董小宛在皇上心目中的地位，无人能及。一旦索尔纳伤害了董小宛，那她必废无疑。保住索尔纳后位的人是董小宛，让索尔纳走入绝境的，也定是董小宛。唉，董小宛啊，董小宛，这个名字真是让人越来越害怕了。贤妃妹妹，本宫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只有2件：第一，想方设法登上后位；第二，这董小宛是本宫的头号敌人，心腹大患，本宫一定要让她生不如死，直到变成一具真正的死尸。姐姐，妹妹愿与姐姐同心同德，效忠于姐姐。贤妃妹妹，待本宫真正登上皇后之位的那一天，你就是贵妃的命了。妹妹谢过姐姐。如今本宫倒是有些盼着索尔纳早日恢复监表，本宫倒是真的有些迫不及待的等着那一天的到来。